华视在地新闻，顶礼拜警察节的前一天，台南市一个刑警刘三营，互人开枪拍死。伊毋若是模范警察，更加是厝内底经济大条。伊留下高龄91岁阿嬷、甲老爸老母，还佫有3个囡仔。分局来发起警心行动，拍摄纪念的影片，放上网，希望会当募款，帮伊厝内渡过难关。讲昨暝伫巡逻车的挡风玻璃面顶，有人放一个无写名的信封，内底底2000块，指明要互刘三营。警方甲家属对社会大众的收听，拢真感谢。我们是有心酸，我有一个同事，他今天没有办法来参加哈，咱新大的刘三龙。带着悲痛的心情，局长拍纪念影片，由警局发起的警心行动，希望帮家属渡过难关。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，看了互人心酸。顶礼拜就伫警察节的前一天，台南市警局的刑警刘三营，互伤家庆祝不幸死亡。伊生前是模范警察，工作认真负责。虽然真紧就掠了凶手，但是拢无欢喜的心情。掠到这个人，无一个欢喜的。刘三营是厝内经济来源，有一个91岁阿嬷，年老的双亲甲3个囡仔。影片铺上网无偌久，暗时伫大桥派出所巡逻车的挡风玻璃顶面，就发现这个无写名的批笼，内面有底2000块，顶面指明要留予刑警刘三营的家属。我们也感谢社会各界总是支持警察。无留大名的善心效应，充满温暖人情。警方甲家属拢珍惜，嘛感谢社会大众的真心收听。